报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前卫生署署长叶金川下早来到新北市市政府参加防疫志工成军记者会。伊针对到现此时咱台湾防疫的成绩，伊学了有着。另外，针对到伊进前讲到叫高文哲、马英九，也有苏贞昌较少讲话的，就冇上新的回应。在武汉或是大邱，它那个就是社区大流行。那我们很就是控制得很好，我们这个指挥中心做得很好，他们能够维持在一个社区的有限度的感染，那大家应该庆幸。那不可能没有社区感染的，就是。那这超前部署，现在说要超前部署，那这个一起开设什么样？这个我也不懂什么叫超前部署哈，因为这个是防守，就是检疫嘛，隔离啊。那这一群人就是检疫人员，这个检疫的护理师，检疫的我们这个村里长，还有地方的护士，在做这个居家隔离、居家检疫，还有自主管理这些人，管了大概有1万多人啊，这是一组人。然后治疗是另外一组人，就是医院，然后这个隔离病床、隔离负压病床，或是这些是为了已经生病以后去治疗他们。那这是不同的人在做这个事，这本来就应该部署，不需要超前部署，他们要准备好。随时有病人会到这些机构来治疗的。目前台湾有什么要补强的地方吗？这个还是请这个指挥中心去处理了。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医院要做一些准备，那相信他们也在做准备，就是负压隔离病房会不够的情况下，怎么把一般的病房改成隔离病床，这个很简单，只要变成单人床就可以了啊。那因为它不是空气传染，也不是那种气凝胶传染，所以不需要负压隔离病房，在一般的病房就可以治疗。就是你也认为说超前部署这个词好像被这个我不懂啊，我没有听过什么叫超前部署这样。要超前什么东西这样？那在一级开设部分有一些相关的。一级开设是这样哈，如果你们认为苏贞昌来主持，跟陈时中主持，我宁可选择陈时中。那所以，中央其他部会，或是国安单位，要给现在的指挥官十足的资源，那而不是换指挥官。这政权换将，这是大忌嘛。而且他做得很好的时候，为什么要换这个指挥官呢？所以你选择陈时中而没有选择苏贞昌的原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详细说明一下？陈时中跟这个机关署其他人员的关系比较清楚。他也比较互相之间有互动，那基本上陈时中固然是一个政治人物了，但是他还是一个专业人员，那做的判断会比较正确，当然不是他100%正确的啊。那有些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考量啊，但基本上都还可以接受。那既然是这样，大家都信任他，让他继续做，除非有什么问题，再来做什么一级开设。那一级开设跟现在的不一样，就其他部会或是国安的资源，那这个苏贞昌或是蔡英文就可以给他十足的资源嘛，不一定由他来主持这样。上节目有提到，就是说要回归甚至点名马英九前总统，您再谈一下你的看法。我听不懂你讲，再讲一次。上节目就是有提到说，请马
回归专业，要回归专业，为什么会特别有这一番感触？我先讲一下，我没有讲闭嘴这两个字哈，而是说，政治人物对这个议情多说无益嘛哈，那去争执或是去 argue 说这个案是什么，或是应该公布不应该公布，其实是没有帮忙这个疫情的控制，那所以让指挥官他有更多的时间去处理疫情，而不是处理口水啊。那所以我讲的是举几个例子，譬如说柯文哲，譬如说苏贞昌，譬如说马英九，他们各有一些看法，但是这些看法无关紧要，就是跟疫情没有关系，所以请他们还是少发言啦，让全民大家一起来做防疫的工作。那今天的课程对这些志工们有什么样子的帮助吗？志工就是全民都要防疫嘛，那何况是志工那他们是现在的是社会局的志工，其实他不处理那个社区检疫跟社区隔离社区隔离是卫生局，然后社区检疫是民政局。不过任何人都可以对这个疫情做一些帮忙除了自身以外，还可以让其他周遭的人可以去影响他。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安定人心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做得很好，那加上全民的支持、全民的配合，就可以克服这一场跟新冠肺炎的这个的对抗这样的。对。署长刚刚提到，就是说，其实不一定要用到负压的病房那当然是会建议医院去，就是说现在一般的病房也可以多做一些准备。对啊，那这个准备其实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准备只要移动就可以，挪动就可以嘛。但是要有规划了，也就是说，提前规划说哪些病床比较容易改成单人而且是给感染病人用。你总要有一个固定的角落，那出入要方便，要有感染区、干净区这个划分的那些变化，要先，我在气喘了，抱歉，要先看，因为太紧张，要先看好，要准备好这个可能就是有些人讲的所谓超前部署嘛。那如果是这个叫超前部署，那是必要的，可以就应该赶快做这样的。